平時入賭場係咪覺得百家樂最公平，買莊買閒，勝率一半半，賭場優勢只係大約1%，聽落好似好值得玩，則好有得搏。你甚至會覺得呢個遊戲比起輪盤嗰個綠色0號，比起老虎機嗰個完全睇唔透嘅電子程序，已經係最公道、最透明、最君子嘅一種。只要你識得睇路，只要你掌握到某種規律，只要你夠冷靜、夠定力，就有機會贏到錢，甚至贏到大錢，然後風風光光咁離開。呢個諗法係咪好熟悉？係咪？你都曾經喺賭場入面嘅喺同朋友吹水嘅時候講過類似嘅說話？你係咪都試過贏咗幾鋪之後就開始覺得自己係天才，靜默覺得自己已經睇穿咗成個遊戲嘅底牌？但今日我要話你知一個驚人嘅事實，一個會徹底顛覆你一直以嚟對呢個遊戲認知嘅事實。喺真實嘅博弈入面，你嘅真正勝率連1成都冇。你冇聽錯，係1成都不如，係接近0，係一個令你難以接受但必須接受嘅數字。百家樂呢個被稱為賭場之王嘅遊戲，和表面上係一個公平對決、君子之爭，實際上係利用人類心理弱點和專門設計出嚟令人輸到傾家蕩產，輸到懷疑人生，輸到連自己嘅判斷力都冇埋嘅無底深淵。點解看似一半半嘅對決，且會變成你必輸嘅死局？點解咁多人沉迷其中，以為自己只係差少少運氣，結果卻係越輸越深，直到無法自拔，直到借無可借？今日我哋就唔講其他，專門聚焦喺百家樂呢個遊戲上面，徹底拆解佢背後最邪門、最隱蔽嘅概率騙局。指莊家點樣利用數學同人性，將你一鋪清袋，連翻身嘅機會都冇，連後悔嘅時間都唔俾你。喺接落嚟嘅內容，痛唔係應，我會為你揭開百家樂4大隱形陷阱，等你清清楚楚睇下自己係點樣一步一步、一鋪一鋪咁走入莊家嘅圈套。等你以後見到張賭台嘅時候，腦入面會自動浮現今日嘅說話，會自動產生一股寒意。同時，我會教你點樣將呢套規則套用喺現實投資同人生決策入面，幫你避開嗰一大堆你從來冇為意過但殺傷力極大嘅坑，等你唔使再交冤枉學費。呢度係賭王財富課，我哋唔會教你點樣投機，因為投機嘅最終下場只有一個，就係輸，而且係輸得好快。只會拆解富豪、莊家同頂尖投資者最核心嘅底層思維、風控邏輯同財富規律，將佢哋從不外傳嘅心法和用最淺顯、最貼地嘅語言話你知，等你聽完之後可以即刻用喺自己嘅生活入面。如果你唔想繼續做被收割嘅水魚，想將自己嘅血汗錢拱手送俾人，請即刻點擊訂閱同埋開啟隔離個小鈴鐺訂閱。呢堂課係你避免交智商稅嘅第一步，而亦係你由盲目賭博走向理性決策，由獵物變成獵人嘅第一步。好啦，我哋依家即刻開始今日嘅核心內容，坐定定聽書。首先，等我哋揭開第一個真相，點解百家樂看似一半半，但實際勝率連1成都冇？呢個問題嘅核心在於絕大部分人混淆咗兩個完全唔同嘅概念，單鋪勝率同整場勝率。
你玩一鋪買莊或者買閒，確實接近一半半，呢個係事實。數學上冇得拗，你贏嘅機會大約係49%幾。但你諗下，你入得賭場，點會淨係玩一鋪就走？你嘅目標係贏錢，係要感受嗰種刺激，嗰種腎上腺素飆升嘅快感，你點都會玩多幾鋪，甚至坐足一日，由朝玩到晚，玩到雙腳發軟、雙眼通紅先肯走。而只要你玩多過10鋪，或者喺張賭台前面坐足幾個鐘，喺連續博弈嘅情況下，你可以帶住錢離開嘅機會率就會被數學定律扣到1成都冇。呢個唔係嚇你嘅，而係經過無數數學家同統計學家驗證過嘅事實，係鐵一般嘅規律。點解會咁呢？因為百家樂嘅節奏極快，一靴牌話咁快就玩完，你唔經唔覺就落咗幾十鋪，甚至幾百鋪住，時間過得快到你完全感覺唔到，好似玩緊電子遊戲咁。而當你玩得愈多鋪，大數定律就愈發揮佢嘅威力。你短暫嘅好運，無論開頭贏幾多，都會被長時間嘅博弈徹底抹殺。好似潮水退去之後，你先發現自己原來一直冇着褲，一直喺度裸泳。原來自己嘅所謂技術根本唔存在，勝率會被數學定律同強行拉返去接近嗰個理論值，但因為莊家優勢嘅存在，你嘅實際回報必然係負數，和你嘅本金必然會一點一點咁流失，好似沙漏入面嘅沙咁，睇住佢流走，但冇力阻止。所以你嘅真正勝率指你贏到某一鋪嘅機會，而係指你成場博弈結束之後，可以帶住錢、帶住利潤，完整咁離開賭場嘅機會。呢個機會自大，你唔敢相信，低到你可以直接當佢係零，低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。我舉個簡單嘅例子，假設你有1萬蚊本金，和你玩100鋪百家樂，每鋪平均落注100蚊。喺莊家優勢1.06%嘅影響下，你嘅期望損失大約係106蚊，侵埋。但因為波動，你可能會贏，但長期玩落去，你嘅本金會以指數級別咁侵蝕，最後歸零嘅概率係接近8%。呢個就係現實嘅。等我哋進入今日最核心嘅部分，拆解殺傷力最強嘅4大百家樂隱形陷阱。呢4個陷阱都係針對人類心理弱點精心設計，每一個都係經過賭場專家反覆測試優化，都係用無數賭徒嘅血淚教訓提煉出嚟。賭場就係靠佢哋日進鬥金、起樓買地，成為富可敵國嘅商業帝國。而一個陷阱就係自欺欺人嘅睇路子。你去到賭場一定會見到頭頂有電視熒幕顯示住大大張嘅路子，有大路、小路、蟑螂路、三豬路，甚至更加複雜嘅圖形，五花八門、眼花繚亂，好似一幅藏寶圖咁吸引住你嘅目光。賭客們圍住張台，個個拎住張紙仔，低頭研究，眉頭緊皺，手指指口念念有詞，完全係一個集體催眠嘅場景。上一鋪開莊遲，呢鋪實開閒，呢條路行緊長龍，跟實佢實冇錯。嗰度有個缺口，下一鋪一定補返。佢哋每個人嘅眼神都充滿住希望，好似揾到咗打開財富大門嘅鑰匙。你以為自己揾到規律，以為自己睇通咗個走勢，以為自己嘅眼光比其他人敏銳，
且可以洞悉天機，可以預知未來。但殘酷嘅現實係每一次洗牌、每一次發牌都係完全獨立嘅事件。而呢個係概率論嘅基本常識，係物理學嘅基本法則。上一鋪開咩？同下一鋪會開咩？喺物理上、數學上唔和，完全冇任何因果關係，一啲關係都冇。你見到大路連續開咗5個莊，第6鋪開莊嘅機會率依然係大約一半半。心理學絕對唔會因為之前開咗幾多個莊而有所改變，亦唔會因為你畫咗幾多條線、用咗咩顏色嘅筆而改變。和賭場點解要免費整部電視俾你睇路？點解要提供紙仔同筆俾你畫路？甚至仲有手機應用程序俾你記錄？因為佢哋知道，只要俾你覺得自己掌握到某種規律，只要令你相信自己能夠預測未來，你就會越睇越興奮，越睇越有信心。然後下注就會越嚟越大，越嚟越衝動，越嚟越失去理性，直至將所有籌碼推出去。呢個係一個精心設計嘅心理暗示，即係一個集體催眠，目的就係要你將完全隨機嘅事件當作有跡可循嘅趨勢，然後自願自覺地將錢送上門，仲要以為自己好聰明，其他人好蠢。你以為你睇緊路，其實你係睇緊賭場為你鋪設嘅華麗陷阱，你嘅每一步都踩喺佢哋嘅劇本上面。你係一個演員，而導演就係賭場第2個陷阱，叫做專收水魚嘅和同對子莊或者買閒。賭場嘅優勢只係大約1%，呢個差距好細，細到你玩1-2鋪完全感覺唔到，細到你以為自己同賭場係平起平坐，係一場公平嘅競技。但好多人一旦輸急咗，或者覺得普通嘅莊閒賠率太慢，贏得太少，等得太耐，就會開始心喐喐，想搏一鋪大嘅，想一次過翻本，想一鋪清人哋袋。佢哋會將目光投向嗰啲1賠8嘅和，或者1賠11嘅對子。諗下1賠8，買100蚊贏翻800蚊，幾和味，幾吸引，幾令人心動。但你有冇諗過，呢個1賠8嘅背後有真實嘅概率係幾多？等你計條數買和嘅賭場優勢高達14%以上，即係你每買100蚊和，你嘅期望值係14蚊。呢個輸錢速度係買莊閒嘅係10幾倍，好似搭火箭咁快。買對子嘅賭場優勢都有10%，每買100蚊輸10蚊。呢個數字係乜嘢概念？即係你玩莊閒可能要玩好耐先輸到一筆錢，但當你轉去買和或者對子，輸錢嘅速度快過你搭的士跳表，快過你飲一杯凍檸茶。賭場最憎意見到嘅就係你哋呢啲買和買對子嘅水魚錢，因為佢哋嘅利潤來源主要就係靠你哋呢啲貪心嘅人，呢啲賠率睇落吸引，回報睇落豐厚，實際上就係賭場嘅暴利來源。佢哋最快收割你本金嘅武器係一把隱形嘅刀。你以為自己識得揀高回報嘅賭注，以為自己比其他人聰明，比其他人有膽識，其實你只係揀咗一條輸得最快嘅路，一條直達破產嘅捷徑，一條不歸路。和呢個同股市入面買高槓桿期權、炒垃圾仙股嘅人一模一樣，貪圖1賠10嘅回報，卻完全忽略咗莊家正喺度抽緊你10
甚至幾十個巴仙嘅水，忽略咗你嘅贏面有幾咁低。前五和忽略咗自己正喺度做緊一件極度愚蠢嘅事。第三個陷阱就係害死無數人嘅打爛倍頭法。呢個方法可以話係賭場入面最常見、最經典，亦都最危險嘅自殺式策略，係一個美麗嘅謊言，一個引你上吊嘅繩索。賭徒嘅諗法係咁嘅：既然買莊買閒勝率一半半，咁我輸咗就翻倍下注。例如第一鋪輸100，第二鋪押200，再輸就押400，此類推，一直翻倍，直到贏為止。佢哋嘅邏輯係總有一鋪會贏，而只要贏一鋪之前輸嘅全部翻晒嚟，仲可以贏翻第一注嘅金額，即係100蚊。聽落好似好完美、好穩陣，好似一個必勝嘅系統，係咪？競和好似發現咗新大陸咁興奮，但現實係百家樂極之容易開出長莊或者長閒，即係連續開10幾鋪甚至20鋪同一邊。和呢種情況唔係罕見，而係經常發生，幾乎每幾靴牌就會出現一次。當你遇到呢種情況，你嘅倍頭金額會以幾何級數咁暴升，過你嘅心跳仲恐怖過恐怖片。100、200、400、800、1600、3200、6400、12800、25000、50000、100000，你根本未等到贏翻嗰一鋪，就已經中咗賭場設定嘅投注上限，唔俾你再落注，你就眼白白睇住自己嘅計劃失敗。一係你自己嘅資金已經斷裂和輸到清袋，連搭車翻屋企嘅錢都冇，要行路翻去。而且即使你僥倖避開咗長莊長閒，和你每一次倍頭所承受嘅心理壓力都係巨大嘅。你會越壓越驚，越驚越亂，手心出汗，心跳加速，血壓上升，最後喺一次正常嘅概率波動面前，全軍覆沒，輸到一鋪不剩，輸到懷疑人生。呢個陷阱嘅可怕之處在於，佢利用咗你對一定會贏翻嘅盲目信心，利用咗你對數學嘅無知，利用咗你嘅貪婪同恐懼，引誘你一步一步將注碼加大，直到你無法承受為止。佢係一個溫柔嘅劊子手，慢慢咁將你嘅錢一刀一刀咁割走，等你喺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血流成河。第四個陷阱叫做止蝕同止盈嘅嚴重不對稱。呢個可以話係最隱蔽、最普遍、最難察覺、殺傷力最大、最致命嘅心理陷阱，係導致絕大部分人最終輸錢嘅元兇。你留意下，大部分賭徒嘅行為模式係咁嘅。當佢贏咗1000蚊嘅時候，佢會驚輸翻轉頭，會覺得呢1000蚊已經袋袋平安，唔想再冒險，所以好快就會收手，將注碼縮到好細，細到冇肉食，細到贏咗都等於冇贏。呢個就係贏就縮，但當佢輸咗5000蚊嘅時候，佢就完全係另一個態度。佢會唔忿氣，會覺得一定要追翻，會搏條命都要繼續玩落去，直到打平為止，甚至不惜借錢偷信用卡都要繼續玩。呢個就係輸就谷呢種心理，一邊縮一邊谷，造成咗一個極度不對稱嘅結果。你贏嘅時候贏得少，輸嘅時候輸得多。你贏10次，每次贏1000，總共贏咗1萬，但只要你輸一次，就可能輸5萬，甚至更多，將之前嘅利潤全部嘔突。你嘅止盈線設得好低，一有風吹草動就走人，大止蝕線
幾乎等於冇切。勁啦！因為你永遠唔肯認輸離場，永遠覺得下一鋪就會贏返，永遠覺得自己只係差少少運氣，結果就係和你嘅財富喺一次又一次嘅小贏大輸之中被蠶食殆盡，好似俾白蟻慢慢蛀空一間大屋咁，直到倒塌嗰一刻，你先至如夢初醒。呢個同股票市場上嘅散戶一模一樣，賺少少就急住食糊，但坐艇就坐幾年，等到股票跌到阿媽都唔認得，都唔肯沽，學和最後變成牆紙，變成回憶，變成一個教訓。好，拆解完呢4個陷阱，你可能會問，咁到底應該點樣避免？點樣先可以唔再做水魚？唔再俾人揾笨？賭王嘅思維升級就係要教你唔好喺股市同人生入面買和同對子。意思呢？投資市場上面有太多類似百家樂和同對子嘅陷阱，例如買高槓桿期權，或者炒作垃圾仙股，或者參與一啲回報極高但勝率極低嘅項目，本質上就係喺度搏一鋪大嘅，搏一鋪就發達。你貪佢有1賠10嘅回報，覺得如果中咗就一世無憂，但完全忽略咗你嘅贏面有幾低，忽略咗莊家同大戶正喺度利用規則優勢同信息優勢，不斷抽緊你嘅水，將你嘅錢轉移去佢哋嘅口袋。你只係佢哋派對入面嘅點心，呢啲投機行為嘅期望值幾乎全部係負數。玩得越多，輸得越多，同買和買對子完全一樣，只係換咗個場景，換咗個包裝。賭王何鴻燊一生從不買彩票，更不玩百家樂，因為佢深明一個道理：要在現實中真正發達，真正累積財富，真正成為人生贏家，你必須學好似買莊閒咁，用長期穩健嘅思維，即係隻投資喺有1%數學優勢，亦即係正期望值勁，並且可以無限複製，可以產生複利效應嘅事業上面，你要避開所有暴利但機率極低嘅投機陷阱。因為嗰啲全部都係莊家設俾你嘅和同對子，全部都係引你上鈎嘅寓意，全部都係精心佈置嘅屠宰場。真正嘅財富在於穩定嘅回報同時間嘅累積，而唔係一次半次嘅好運，唔係一鋪清人袋嘅僥倖。百家樂之所以被稱為賭場之王，因為佢公平，而係因為佢用最簡單嘅規則偽裝出一個最完美嘅一半半假象，一個看似公平透明君子嘅舞台，引誘你用副身家，用你嘅未來去搏一個虛無縹緲嘅夢。佢利用你對公平嘅渴望，利用你對規律嘅迷信，利用你對輸錢嘅恐懼同不甘，利用你對發達嘅幻想，將你嘅財富一點一滴咁榨乾，直到你兩手空空，直到你一無所有。唔好再幻想用任何秘籍、任何路子、任何濫法、任何所謂嘅必勝法去打敗賭場。喺絕對嘅數學同人性弱點面前，一個人嘅努力同堅持根本一文不值。你越努力研究，只會輸得越快，輸得越慘，輸得越徹底。股市如賭場，人生亦如是。唔想輸到傾家蕩產，唔想將自己嘅血汗錢拱手送俾人，唔想晚年潦倒，唯一嘅方法就係承認自己玩唔過規則，主動退場，和遠離嗰張賭台，遠離嗰啲引誘，或者你學識好似莊家一樣思考，
只做有長期概率優勢嘅決定。以猜參與期望值係正數嘅遊戲，只將資金投放喺你可以計算嘅地方。記住，真正嘅贏家從來都唔係靠運氣，而係靠數學、靠紀律、靠對自己嘅了解、靠對人性嘅洞察。感謝你收睇今日嘅賭王財富課直和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覺得自己以前輸得冤枉，覺得呢一堂課救咗你好多錢，記得留言話我知。勁和，你有冇曾經中過呢啲陷阱？你輸過幾多錢？你係點樣醒覺嘅？我哋下期再見。到時會繼續拆解更多關於財富、關於人性、關於博弈嘅底層密碼，幫你喺呢個殘酷嘅金錢世界入面企穩陣腳，做一個真正嘅贏家，一個唔再被數學陷阱玩弄嘅聰明人。